不可以搶我的糖果。他一夥，我一夥，他一夥，我一夥。小雷把糖果分成兩份，一份給朋友，一份給自己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來了一隻大恐龍。小雷問：你要一夥糖果嗎？大恐龍很沒禮貌的說：全部我都要。小雷說：哦，我不能把全部糖果都給你，有些我要給朋友。不管你小小的朋友在做什麼，去跟他說我要吃光他的糖果。小雷說：他在睡覺，而且他一點也不小，他是個很大很大很大的朋友。大恐龍用討人厭的語氣說：哦，人家好怕好怕好怕哦！大家都知道我是這附近最大最強壯的恐龍，你等着看！他喘着氣，沿着小山丘，把一個又大又重的石頭推過來。小雷勇敢地說：這沒什麼了不起，大家都知道，像你這種愛現鬼，我朋友隨便都可以把你當早餐吃掉。你亂講！再怎麼說，我的跳跳功絕對是這附近最厲害的。大恐龍說：這對我朋友來說只是一小步呢。小雷說：那我倒要看看你那個朋友能不能像我一樣把東西舉得這麼高。大恐龍說：這個嘛，他睡着也可以做到。小雷說：你那個朋友不可能會這個動作吧？像這樣、這樣、這樣，或是這樣。大恐龍囂張的說：不管是這樣、這樣、這樣，還是那樣，他全都會。小雷說：這隻大恐龍越來越生氣。糖果快給我！你再叫啊！隨便你怎麼叫，我的朋友都可以比你更大聲。小雷說：看着我，小不點，有什麼是你那個朋友不會的？小雷想了一下，說：哦，他最怕黑了，他不敢一個人進去這座可怕的黑洞。就在這時，大恐龍找到了糖果罐，就往黑洞裏衝。啪吱！現在你相信了吧？像你這種愛現鬼，我朋友隨便都可以把你當早餐吃掉。小雷說：我相信了。一個大小小又抱歉的聲音從黑洞裏傳出來。小雷咯咯的笑了。別擔心，雖然他可以吃掉你，但他不會這麼做。糖果和樹葉才是我最愛吃的東西。很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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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和善的恐龍說：再也不要當貪心的愛現鬼了。大恐龍答應他們。先流到下面的
可以得到全部的糖果。小雷調皮的說：大家都知道大恐龍最會滑滑梯，但這次只要和朋友分享，他就很開心。他一顆，你一顆，我一顆，他一顆，你一顆，還有我一顆。不可以搶我的糖果。繪圖故事查理伯恩，翻譯徐也甜，出版社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。